經期係我哋黃金嘅排魚期，亦都係我哋變靚嘅關鍵時候。而重點咧就係先排魚再補血。而經期結束之後咧，氣血就會相對嚟講比較弱，所以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及時補氣血。今日教大家做嘅咧就係我哋經期之後嘅一個五紅湯基礎版，非常適合我哋喺經期之後飲4到5日嚟幫助我哋嘅氣息恢復嘅。當然，如果你想更加貼合於個人嘅體質嘅話，其實可以喺呢個基礎版嘅上面加1到2樣嘅食材，而相對應嘅5種姨媽體質方案，我放喺視頻嘅呢一個時間，大家可以 click 呢個時間直接去睇。首先準備紅豆50克，提前浸泡4個鐘，或者放落冰箱冷凍隔夜，咁呢就可以縮短紅豆煮液。紅皮花生30克，枸杞10克，紅棗6個，紅棗記得去核喎，如果唔係呢，就會比較燥熱噶啦。紅糖液體嘅或者係塊狀都 OK 嘅，然後稍微清洗一下材料，先將紅豆、花生同埋紅棗一齊倒入去煲入邊，倒入1升嘅水，大火煮滾之後轉細火煮40分鐘，40分鐘之後就會變成咁嘅樣，然後再將枸杞同埋紅糖倒入去煲入邊，文火煮5分鐘就得噶啦，味道有啲似八寶粥，好好飲。以下我哋嚟睇下5種體質嘅升級版本。